主后2024年4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赞上帝荣耀的恩典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以弗所书》第1章第1节到14节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我写批互住伫以弗所属基督耶稣忠信的信徒。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因为伊有将天顶逐款属灵的福气，通过咱甲基督结连，赐互咱。创世以前，上帝已经通过基督竞选咱，互咱伫伊面前成做圣洁无缺点的人，因为上帝疼咱。早就决定要通过耶稣基督，互咱做伊的囝儿归伊，这是伊所欢喜的，是伊的旨意。咱着上赞上帝荣耀的恩典，因为伊有将伊所疼的囝无条件赐互咱。对基督通过伊的死，咱得到自由，罪过得到赦免。上帝恩典实在真丰富，伊有将这个恩典常常足足赐互咱，伊用逐款的智慧甲理解，照伊所欢喜的旨意，互咱知伊早就决定通过基督来完成奥妙的计划。这个计划，上帝要伫时机成熟的时完成，通互伫天顶甲地上一切的被造物，拢尊基督做头，联合做一个。万有拢照上帝的计划甲决定来完成。上帝照伊大圣决定的旨意，通过基督竞选阮来承接伊的家业。安尼是要互阮遮个大圣将仰望囥伫基督的人，通上赞上帝的荣耀。通过基督，恁嘛有听到真理的信息，就是迄个互恁得救的福音。迄时恁有信，上帝就赐恁所应允的圣神，甲恁嵌印，证明恁属伊。圣神保证咱通承接上帝所应允的家业，直到互属伊的人得到完全的自由，通上赞伊的荣耀。上赞上帝荣耀的恩典。以弗所书甲保罗所写的其他感觉书信，亲像腓立比书、歌罗西书和腓立文书有一寡无共款，因为真侪古抄本并无伫以弗所的字眼。多数学者倾向这并毋是写互单一教会的批，比较亲像应印当时亚细亚教会普遍拄着的问题所写的一封批。因为安尼，以弗所书无像其他批信有受批者，也是伫批件中讲到特定信徒的名称甲请安用语。伫约中的保罗提醒教会，绝对毋通偏离信仰的核心，也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独一的根基。因为安尼，本批信用上赞上帝荣耀的恩典做开始，因为伊有将伊所疼的囝无条件赐互咱。规卷以弗所书是用基督做核心。保罗提醒信徒，面对基督的死甲国活以前，必须先面对自我的罪。伊讲，对基督通过伊的死，咱得到自由，罪过得到赦免。上帝所赐上大的福分甲恩典，就是甲耶稣基督赐互咱，搁伫
创世以前竞选咱。保罗认为这是属灵的福气，相对世俗的物质，咱搁着较无即种福气，因为安尼，伊期待搁勉励，甲希望寄托伫基督的人，拢上赞上帝的荣耀，因为即种福气，毋是靠人的努力得来的，是上帝恩典赏赐的。承认佮宣告耶稣基督伫咱生命中的主权，是感恩和上赞的上重要根基。毋是咱得到成功甲好成就了后，才上赞上帝。每一遍伫基督徒的聚会中，邀请兄弟分享生命中值得感恩的事项，也是邀请会众伫基督中上赞上帝的时，若像常常得袂到回应。主要问题是，真侪人拢认为家己的生命并无啥物好事，也是成就，值得提出来感恩甲上赞。反倒伫提大多事项的时，兄弟拢真容易表达工作和生活压力极大，甚至无法度对上物价、房价上升，买袂起厝顶的困境，搁较互人找袂到感恩和上赞的理由。总是保罗伫幼所书内面讲到，对上帝上赞的出发点，并毋是外在的好事和成就，反倒是独独因为上帝伊有将伊所疼的囝无条件赐互咱，人应当为着安尼上赞上帝荣耀的恩典。人若无看到家己的罪，怎样会当感受到上帝救赎的好运呢？祈祷是人的生命甲上帝建立关系的管道。若安尼，你减捌省思家己的祈祷。基督徒的祈祷往往充满祈求，这和未信者并无二样。你是毋是独独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带来的救赎，就伫基督中上赞上帝荣耀的恩典，煞无去在意外在的好事和成就呢？默想，伫基督中，我会为着甚物来上赞上帝？是独独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或者是因为某一寡外在的成就和成功，才上赞上帝呢？伫基督中，我会为着甚物来上赞上帝？是独独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或者是因为某一寡外在的成就和成功，才上赞上帝呢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伫我要是罪人的时，就赐落救赎恩典，互我伫无助的时，会因为基督的疼得到支持的力量。求你帮助我学习独独仰望基督的恩典，为着安尼献上感恩上赞，深信无论伫任何的处境，你的疼拢甲我同在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